花莲市美仑地区最近是定传出歹味，环保局去甲稽查，结果发现是一间伫工业区处理粪扫的燃料厂发生火灾，而且这个粪扫到呾还阁咧烧，所以环保局是会依法甲开发。 这间伫咧美仑工业区往七星潭方向的工厂，是专门甲粪扫甲茶枯染做废料，送去大米和平厂做燃料的厂商。伫咧8月厂区的粪扫倒火，附近的民众就开始闻到臭味，确实是花莲市粪扫场的问题。那个是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以前是怀疑招垃圾场，招垃圾。经过环保局的稽查人员稽查的结果。 发现是我们美仑工业区华东路这边有某一家厂家，他在处理垃圾的时候造成闷烧的一个情形，所以造成空气中弥漫了一股塑胶的味道。环保局讲，这间做燃料的工厂囤正侪原物料，下骹雅素气积掉的，发现火警了，内面一个翕伫咧烧，臭味得到东北季风飞到市区，才会遮臭。 我们18号、19号、20号、21号都有采样，那我们也会再做戴奥辛的检测，超标就会罚，异味的部分会从10万起跳会开始罚。关于员工这件空污事件，因为包括塑胶甲茶壶的混合材料，烧的过程可能会产生正毒的戴奥辛。 严重影响居民的健康，要求官府爱对业者重罚加追究责任。那其实，在整个居民来讲，已经非常愤怒的。那塑料确实会产生戴奥辛，也会产生民众的健康上的问题。那要求花莲县政府立即的对厂商进行相关的行动。环保局讲，怎么已经把污染气体送去做成分分析，若是超过规定，就会随开单处罚。现做时是要求厂商暂时停工，先拍火。 伫分析甲防治结果出来了，才会当复工。